来，先生，开封小吃尝一下来，大宋切糕啊，咱们开封的小吃，地方风味。用这个老美洲就先介大宋切糕，想人家健康色配人做风色，快个日秋都会日切出黑之分，还可能到拍摄嘅人，上路路介是太地，不然食的最多，先关头动慢酒。上门客堂嘅都调個九館，一間龍阿幫賣嘅年年表，竟然還未掉。行咁困啊，因為大家都本幾年到咧，龍阿幫學嘅調個橋上，食材很重哦。呢度河南開封嘅兩座人氣，出從嘅行到嚟虛空水頭橋上。被宋時期嘅演會、建築、民俗風情全部都出現的面頭前，也代表出係經濟宋代名畫家種切斷嘅清明上河圖所打造嘅文化人氣。清明上河圖用北宋京都片兩個市民政法做主題，動憲法嘅畫出嚟，被宋都上嘅繁花和光景。人氣唔單強調咧清明上河圖打造，還係對民間工藝、老老藝術進行保存。出從係兩隻用來腳下披在嘅布老虎，4個老虎中間無接縫，這整個一個老虎是一塊布啊。我們這個到現在也是找了很多人去複製做不出來，到現在應該是也是快失傳的一種。這個叫做四虎包住，四虎包住在過去呢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象徵合家團圓的意思。所有的意思就是一家4口共用一個尾巴，象徵團圓嘛。布老虎唔單搶頭顯，大家都冇球狀，你都代表咧冇球狀嘅意思。這個就是標準的虎頭鎮。所有的老虎，可能那種老虎單頭的它有彩色的，但是只有像雙頭虎啊、4頭虎啊，它只有黃色和紅色。為什麼？有意思的呀，黃顏色富貴呀，這叫頭枕富貴呀。啊，你看，這種老虎紅顏色的呢，也就是喜事就在你身旁。啊，另外下邊是富貴路啊，另外還有講究，這叫4平8穩，腳踏實地。水墨嘅落地封面項顯示嚟自天如之天嘅圈，清明上河圖係研究宋代經濟、文化和建築兩條珍貴嘅歷史資料。一座人氣係係本現團影，行到嚟畫圖，強過歷史創好，實際嘅感受宋代生活。下個新聞小風寒林秋玲，中國河南開封嘅採訪報道。